客服坐在那后面。呀，对面来。我有可能会跟主任，你没有看到我吗？我有可能跟主任一起离开，啊？有可能跟主任一起离开。为什么？经理要跟我们走，今年要干什么？他们不做好。就那个科一的事情，没有，我要看主任在哪。哦。